會埋俾我，咁我再幫佢。好，咁啊，自己訂嘅美斯即係 Top 士嗰張啊，咁就啱啱收到啦。希望有張限號啦。咁啊，呢度100張啊，應該係查禮物先。我要中美斯，要中限號啊！我要中美斯嚟啊！我要中美斯限號。花冇紙嘅喎，但係有冇100張啊？咁點解好似唔少咁嚇？一盒20啊？嗯？嗱，你睇下，仆街啊！嚇20，你少咗啊？少咗1盒喎，會唔會係中獎？後邊寄翻俾我哋啊？冇任何嘢寫喎，你開嚟睇下先。會唔會係咧？你講再 check 翻先。冇理由一包25㗎。數下先咯，睇下先。Leo Messi，咁啊數下啦，都廿張嚟㗎。數下咪25張咪知咯。咁真係有一盒中咗，所以是你。但願係咁，數下啦， check 翻先啦。數下先。數下係咪廿張？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哇！25，佢屌25張一盒，點解可以25張一盒啊！原來係，哇，唔係好久喎。佢本身係20張出一 set 㗎嘛。以前係20張一 set 嘅。唔係啊，我幫第二個人翻咧，都係20張嘅喎。但係我呢個係25張一盒喎，咁即係佢係開個原 pack 嚟睇，再包個俾我啊嘛，真係。好，第二盒。我畜生嚟嘅。一反轉就知㗎咯，其實。點解？你擺第一張。佢哋有機會擺第一張。唔係我唔計。睇個邊就知。揩條邊就知啦。得可以開第一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真係25㗎。25張一盒啊！揀10張白張去 grade 咗佢先，搏佢真係最後一場主場。有意義叫做。如果唔係最後一場主場，就冇乜意思嘅啫。哇！100張都冇咗限號。哇！我呢100張真係紀念版嚟㗎。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整張限價9咯喎！哇！哇！好啦，邊個想要可以問我20蚊張，20蚊張。20蚊一張啊！係啊，阿 Tommy 哥啊，太多啦。最後一盒，睇下有冇？係冇㗎！哇，痛啊呢鑊！炒食全餐啊！喂，後尾會唔會寄翻俾我㗎？夠唔夠25張？夠100？夠100即係冇嘢玩啦。
都冇啦。夾好嘅。反正 OK，即刻賣。好，咁啊，做埋第二樣嘢，因為琴日咧個FIFA Prism 有張 logo 啊，咁我而家 random 賣佢。OK， 嚟啦，咁啊 random 埋張 logo。咁就好，咁就插翻個 list 先，係啦，21個 spot， 咁啊 random 9次。咁啊，頭一個拎呢張啊，嚟啦，1、2、3、4、5、6、7，撈緊。第7次，咁啊 total random 9次啊 ，for 呢張嘢嘅啫。第8次，睇邊個喺頭啊 ？Square CC 喺頭啊，咁啊 last one， 咁啊第9次 ，OK 都係 Square CC， 係攞翻張 logo， 呢個獎杯嚟嘅，係嗰個獎杯嚟，唔係 logo， 呢個係獎杯。FIFA 捧杯嗰陣時係捧呢個，我記得。OK， 咁啊，trophy。好，咁啊，恭喜晒 Square CC， 咁啊會俾翻啲張你嘅。咁轉頭。我睇下會再開啲乜嘢，係轉頭再見，拜拜。